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師傅裝修公司嚟到元朗嘅朗屏村，呢個單位面積大係380尺，屋主構成為3房1廳。今次個單位嘅裝修風格係呢個現代風設計風格，我哋希望一種簡約、時尚同埋明亮嘅感覺。非常感謝業主信任通過本公司嘅全拆套餐加升級工程。今次嘅工程係包括客廳、房間、廚房、廁所嘅地磚瓷磚更換。新訂造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，仲有包括傳統嘅家私、水電、清潔費、假天花、LED 燈，仲有傳統嘅房門、大門、鋁窗更換等等，合共係411600蚊，連工包料費。我哋絕對冇其他附加費用，以成為本型。首先喺廚房門嘅位置做咗一個玻璃嘅木門，而廚房入邊呢，我哋做咗一個 L 型嘅櫥櫃。上方嘅位置我哋都用盡空間做咗一組 U 型嘅吊櫃，而下方櫥櫃留有咗放焗爐啦，同埋雪櫃嘅空間。最後喺中間配搭咗灰色嘅石英石面。嚟到洗手間方面呢，我哋做咗一個黑色嘅巴士門，入邊嘅位置呢，就係魚翅同埋淋浴嘅空間。而喺出邊嘅位置，我哋做咗一個鏡櫃、洗手盆同埋留有咗放洗衣機嘅空間嘅，用咗全新嘅鋁窗同埋燙窗。喺呢個位置呢，我哋做咗一個木紋嘅特色牆。嚟到第一間房間，我哋做咗一個4尺嘅地台床，而床隔離嘅位置呢，做咗一個4門嘅大衣櫃。然之後嚟到第二間房間。呢間房間我係做咗一張雙架床，而床隔離嘅位置做咗一張衣櫃連書台嘅。書台隔離嘅位置我係做咗一個中空，配搭咗一啲燈帶，可以俾屋主放書用嘅。然之後嚟到第三間房間，我哋呢利用咗雙架床嘅設計，下方嘅位置設計咗一個衣櫃連書台。出返嚟客廳嘅位置，我哋設計咗一個吊腳嘅電視櫃，而呢個位置呢，做咗一個大型嘅獅字櫃連飾物櫃嘅。而喺門口隔離嘅位置呢，做咗一個儲物櫃連鞋櫃。喺大門側邊嘅位置，同樣都做咗一個儲物櫃。今次大門選用咗深啡木紋嘅顏色。最後今次全屋嘅地磚呢，選用咗黑色嘅雲石地磚，配搭咗白色嘅牆身，配搭埋啡色同埋白色嘅家私呢，希望帶出一啲大氣同埋簡約嘅感覺。